大家好，又我康神啦。今日嚟到四季豪苑，就想為大家介紹我而家身處嘅呢間靚裝修屋仔。咁四季豪苑咧 ，total 就104間屋，咁3層即型，大致上都係3房1套間隔。咁但係今次呢間屋咧就改咗做3房間隔，都係3層即，咁啊仲有一個車位添。咁我而家身處咧就係佢嘅開放式廚房啦。咁住得屋仔咧，其實好多客人咧都想要一個好大嘅開放式廚房。咁嚟到呢間屋啱晒啦，見到我坐咗喺度已經有一個吧台嘅位置，咁坐喺度已經可以作為一個用餐區啦。咁仲有好多嘅台面啦，擺部電腦一路上網。而家年輕人一路上網，一路睇手機，一路食早餐，咁嘅台面啱晒啦。咁呢一邊咧，仲有就好多嘅水機、咖啡機、蒸焗爐、微波爐，即係全部有個位咧，你可以做晒入去噶啦。咁呢邊仲有個雪櫃，仲有個冰格。中間呢個位置咧做咗個中島，就用電磁爐嘅設計，好大嘅抽氣扇。咁呢度一路煮食，仲有啲台面你可以擺一啲餸菜。側邊朋友呢度走動，氹跨走，真係5、6個人下廚，真係完全冇難度。呢邊咧就係一個星盤位，2個星盤，仲要大星盤喎。呢邊就洗碗，嗰邊就可以擺洗乾淨嘅碗。工作台面一定要夠咧，咁先至夠大氣嘅廚房。咁另外呢一個位置咧，入邊咧仲有個客廁嘅洗手間，仲有個士多房仔添。咁跟住前面一度咧，仲有個花園。咁呢間屋咧實用面積就907尺，咁啊附帶咗一個476尺嘅花園，係屬於3層嘅即型啦，3房嘅間隔。因為一般咧四季豪苑咧都係3房1套嘅，咁但係業主呢度咧就改做3房間隔。咁而家事不宜遲啦，同大家參觀下呢間咁靚嘅屋啦。好，咁睇片前咧就希望大家 follow 下我嘅頻道啦。中意條片嘅就可以 share 啊，撳埋個 like 啦，同埋可以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可以即時通知大家。當然，如果想揾我何生或者康神嘅，我有 WeChat 有 WhatsApp， 當然亦都條片嘅上面亦都有個手提電話聯絡嘅，可以隨時歡迎打俾我。亦都好歡迎大家嚟到錦繡花園、錦繡大道美聯分行揾我何生或者康神都得嘅。咁事不宜遲，同大家出發去參觀下啦。由門口入屋之後咧，就會係見到一個開放式嘅大廚房啦。前面仲有一個飯廳嘅區域。開放式廚房呢一度咧，除咗做咗個中島嘅煮食區域之外咧，亦都前方位置亦都做咗一個嘅吧台形式嘅設計，作為一個早餐區都唔錯。正前方向嘅入場櫃就安裝咗唔同嘅爐具同埋雪櫃同埋一個冰格添。微波爐、蒸焗爐、咖啡機完全有足夠嘅空間去安裝，側邊仲有工作台面。喺廚房呢度安裝咗一個中島位置作為煮食區同埋備餐區，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側邊預留咗好多嘅走動位，適合5、6個人下廚。而前方仲有一個吧台作為一個早餐區域。廚房嘅隔離亦都有個客廁洗手間，側邊仲有一個小小嘅儲物空間。依間屋咧係一個單邊位置，所以後花園望出嘅景觀咧可以見到藍天白雲，遠望到山景添。而業主呢一度咧樓梯嘅牆身都用咗一個黃色為一個主調，配搭啲樓梯同埋木紋嘅扶手，做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效果。而家咧就身處嘅客廳空間，咁客廳咧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都比較闊身嘅。一般咧呢一度咧真係擺梳化啦，側邊可以擺呢個位一粒位啊，擺咗張細細哋嘅梳化、鋼琴。側邊擺相機個位咧挨近窗邊，仲可以擺張按摩椅。因為呢度咧遠望咧，其實望到啲山景嘅，都幾翠綠嘅。出邊咧就唔對屋，咁比較舒適。仲有一個大嘅窗台位，好似業主咁樣擺啲 cushion 喺度，朋友坐低呢度。10個朋友坐得落嘅啦，淨係依個位都4、5個啦。咁跟住呢一個位咧，咪擺電視機咯，做一啲矮櫃，擺個大電視機。跟住呢度樓梯咧，就上去1樓寢區。咁另外業主呢一度咧，已經做多咗一個房間啦。其實本身呢個係一個廚房區域嚟嘅，咁已經做咗一個客房喺度噶啦。咁隔離就浴室洗手間，咁就有啲特別嘅 design 啦。咁一間影俾大家睇下啦，因為佢做咗啲唔同嘅牆身。有啲對比感咧，唔同一般白雪雪嘅一個浴室洗手間嘅。咁成個客廳咧，其實個空間咧都，我覺得比較舒服嘅。因為又夠深又夠闊，仲有個客房。咁我覺得招呼朋友都唔錯，因為自己瞓上面嗰陣時咧，下面有朋友有客人咧，其實我唔係咁中意一個人同層嘅。咁可能朋友就住翻下一層，有翻自己嘅私隱度啊嘛。咁
咁而家上去一樓參觀啦。而嚟到客廳嘅空間，左手邊第一個門口入邊就係客廁浴室，再前邊一個房間就係客房。而客廳呢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景觀呢就可以望到去後花園，遠望到山景。而個客廳嘅空間呢亦都唔細，適合擺啲大型嘅梳化、按摩椅、鋼琴，同埋或者可以做一個細嘅偏廳，亦都適合。呢個客廳呢最好嘅地方呢就係做咗一個客房。有時招呼朋友亦都比較適合。客廳望出去呢，就綠油油嘅山景同埋藍天白雲，比較舒服。而第一間客房嘅空間呢，大約50尺左右，景觀係主要望返加州豪苑入邊嘅內街。呢個空間呢，完全足夠放一啲3、4尺嘅床，側邊仲預留咗一啲位置可以擺衣櫃或者梳妝台添。如果唔係成日招呼客人，呢一間房間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工作間使用。而隔離就係浴室洗手間，牆身做咗啲特色牆嘅設計，比較冇咁單調，做咗企缸，景觀都係望返加州豪苑內街景，都係屬於名次。跟住再上到嚟啦，業主呢度呢就設計咗一個客廳嘅空間，呢個作為一個偏廳使用都唔錯。呢一層呢，除咗有主人房間之外，另外仲有一間客房，同埋有一個洗手間，再加一個浴室添。木門後面就係一個洗手間嘅位置，洗手間呢一度呢都相當企理。呢間屋呢，全部有2個浴室，再加上2個客廁洗手間。呢間客廁呢，亦都安裝埋浴室寶添嘅。雖然佢係客廁，但係有浴室寶嘅設計都唔錯。跟住嚟到第二間客房，空間呢大約都係50、60尺左右，有個窗台位置。景觀嚟講都係望返加州豪苑嘅內街景。挨住窗台位置可以安放一啲雙人床。門口嘅左手邊可以擺張細嘅梳妝台，入門口嘅右手邊就可以安啲入場嘅大衣櫃添。而佢嘅隔離就係第2個浴室，浴室呢一度呢亦都安裝咗浴室寶，亦都安裝咗一個有按摩功能嘅大浴缸。而浴缸隔離嘅牆身呢，都做咗一啲特色牆嘅設計。跟住最後嚟到主人房間，主人房間呢都比較方正，雙人床呢其實可以安裝喺中間嘅位置，側邊呢仲預留咗一啲梳妝台位置，做到3邊落床效果添。有個窗係望返出去後花園景觀，所以嚟講可以遠望到山景，亦都有個細細地嘅窗台空間。主人房望出去景觀同客廳係一樣，十分之開揚。而四季豪苑呢係有一個大嘅天台，天台空間都唔細。上到嚟天台呢，3邊環境呢都可以望到啲綠油油嘅山景嘅。現在四季豪苑呢，總共104間屋入邊呢，放盤量實在係唔多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亨臣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